每一年的10月是交通部的交通月，云林大溪警察分局专工到麦寮的江环宫来办游行宣导交通，特别邀请到麦寮国小的花果镇来到热烈，嘛请到分局的新住民志工穿着传统的服装，沿路用越南语来做宣导。 交通部将10月份定为交通月，大溪分局特别找麦寮国小花果镇以及局内新住民志工，沿路宣导交通安全的观念。这个产业道路比较多啊，在这里呼吁各位乡亲哦，在产业道路、堤防道路啊，一定要减速，到路口一定要看哦，确定没有来车才通行哦。 警方希望讲，透过这款的活动，会使加强民众的印象，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。全国每年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造成的死亡人数大概都有3000多人哈，那其中有大概60%左右都发生在这个路口。分局这摆特别找新住民朋友穿传统服装做伙来参加，并且沿路用越南话来做宣传，希望讲好这新住民朋友买在了解台湾的交通规则。 因为有时候我们来这边的一些我们新住民还不信守交通这边的，介绍他们来，还有用那个越南话跟他们宣导一下，讲一下，让他们比较了解。提醒乡亲，不管是赛车、骑车还是行路，拢一定要注意路况，并且遵守交通规则，安尼较安全。